最近大灣區氣溫飆升，唔單止將人熱到冒晒煙，連蛇都耐唔住高溫，集體出門避暑。出門在外，公園、綠道甚至小區花園都有機率偶遇呢啲神秘訪客，有啲仲係自帶毒圈。呢份防蛇自救指南俾大家參考借鑑，一定要收藏好啊！首先，預防係關鍵。如果要去野外出遊，出行前最好備好長衫長褲，避免皮膚暴露喺出邊。最好隨身帶上硫磺軟膏，搽喺腳踭、小腿處，築起一道無形嘅防線。進入草叢、樹林等蛇類易出沒嘅區域嗰陣，手持長棍，邊行邊敲擊地面，通過打草驚蛇，提前驅趕危險。萬一不幸俾蛇咬親點算？請務必保持冷靜，千祈唔好學電視劇用嘴吸毒，毒液入嘴就等於二次中毒。俾蛇咬咗之後，要即刻撥打當地嘅急救電話求醫。最好要記住蛇嘅顏色、花紋、體型等特徵，或者影相留存。呢個將會為醫生判斷蛇嘅種類、精準施救提供重要嘅依據。同時要避免劇烈運動，防止蛇毒隨住血液循環加速擴散。有條件嘅話，可以用彈力繃帶喺傷口近心端適度綁紮，減低毒液蔓延嘅速度，兼且利用樹枝、木板固定傷肢，迅速用大量嘅清水反覆沖洗傷口，盡可能沖走殘留嘅蛇毒。如果你喺戶外真係遇見蛇嘅話，亦都唔使過分緊張。其實大多數蛇類都係人不犯我，我不犯人，保持距離，繞道而行，給彼此留足安全空間，就係最好嘅方式。